2026年財政預算案預期財政狀況將轉趨平衡，市場消費信心正穩步改善，加上盛事經濟帶動，旅發局大力喺新興市場做推廣，吸引咗更多嘅過夜客嚟香港，為鋪市打咗支強心針。最新預算案落實將房託列入互聯互通，加上免印花稅政策，預計會有更多嘅內地資金同埋大型基金進場，收購重建商場同埋大型基座商鋪。目前整體鋪位回報率已經升到3.7厘，係15年嚟嘅高位。核心區新成交甚至去到5厘以上，防守性好高。除咗零售，政府仲大力推動國際教育樞紐，好多大學同培訓機構都揾緊大面積嘅鋪位做校舍。呢類租客租期長，承租能力又強，係非常優質嘅租客。隨住空置率有望回落，加上銀行處理銀主盤嘅步伐，依家絕對係長線投資者喺核心區尋寶嘅黃金時機，把握2026年量升價穩嘅格局，佈局優質龍頭鋪位，絕對係今年嘅投資重點。